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医师，在台北荣总工作了30多年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——红甜菜。很多人都知道红甜菜是超级食物，它可以降血压、促进脑部健康、延缓老化。但是我在诊间看到太多老人家，明明每天都在吃红甜菜，血压却还是控制不好，甚至有些人还因此出现肠胃问题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很多人在保存烹饪红甜菜的时候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让原本的好食物变成了伤身陷阱。必须听到最后，不然会不小心犯错，结果让营养流失、血压失控、肠胃出问题。我今天要告诉大家9个最常见的错误，以及简单的解决方法。这些方法都是我在临床上总结出来的，特别适合我们台湾的老人家。记住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和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个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科学事实：红甜菜本身确实是非常好的食物，它含有丰富的硝酸盐，可以帮助血管放松，降低血压。但是如果烹饪方法错误，这些好的营养素就会流失掉。更糟糕的是，如果搭配错误，比如加太多盐，反而会增加心脏的负担，这就像是给心脏雪上加霜一样。我常常跟病人这样比喻，我们的血液就像台北的车水马龙，血管就像道路，如果道路畅通，车子就能顺利通行。但是如果我们吃错了方法，就像在道路上制造塞车，血液流动就会有问题。在我30多年的行医经验中，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，明明是想要保养身体，结果因为方法不对，反而让身体出问题。所以问题不是出在红甜菜本身，而是我们的方法错误了。就像一把好刀，用错了方法，可能会伤到自己。接下来我要详细告诉大家最常犯的9个错误，以及正确的解决方法。第一个错误，很多人买了红甜菜回家，就直接放在冰箱冷藏，而且一放就是好几个星期。这样做会让红甜菜的营养成分慢慢流失，特别是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。我有个病人陈阿姨，她每次都一次买很多红甜菜放在冰箱里慢慢吃，后来发现吃了2个月，血压还是没有改善，原因就是红甜菜的营养已经流失了。第二个错误，削皮后再保存。很多人为了方便，会先把红甜菜的皮削掉，再放冰箱。但是红甜菜最珍贵的甜菜红素，大部分都在皮的附近。削了皮再保存，就等于把最有营养的部分丢掉了。第3个错误，没有清洗前劲就直接冰起来。红甜菜表面经常会有泥土和细菌，如果没有清洗前劲就放进冰箱，细菌会继续繁殖，可能造成肠胃感染。正确的保存方法很简单，首先用清水把红甜菜冲洗前劲，但不要削皮，然后用前部擦前表面的水分，最后放在阴凉前燥的地方，不要放冰箱。这样可以保存1到2个星期，营养成分也不会流失。如果真的要冰，建议先煮熟，再去皮保存，这样营养流失会比较少。第4个错误，长时间大火煮。很多人以为煮越久越软烂，老人家越好消化，其实这是错的。红甜菜如果用大火煮太久，里面的维生素 C 会完全分解掉，甜菜红素也会流失。我在诊间常常看到老人家说：“医师啊，我每天都有吃红甜菜，怎么血压还是降不下来？”一问之下，发现他们都是用大火煮1个小时以上，这样煮出来的红甜菜营养价值已经所剩无几了。第5个错误，完全不调味。有些人听说要吃得清淡，
就完全不加任何调味料，结果红甜菜吃起来有土味，很多老人家觉得难吃，吃2次就不想再吃了。其实适当的调味不但不会有害，还能帮助营养吸收。正确的烹饪方法是用中火短时间蒸煮或烤，大概15到20分钟就够了。调味方面可以加一点点橄榄油和柠檬汁，橄榄油可以帮助脂溶性维生素吸收，柠檬汁的维生素 C 可以增加铁质吸收，这样调味既健康又好吃，老人家也比较愿意长气使用。记住，烹饪的目标不只是要有营养，更要让老人家愿意持续吃下去。第6个错误，搭配高盐或高糖的食物。我看过很多人喜欢做腌甜菜，或者把红甜菜打成果汁时加很多糖，这对有糖尿病或高血压的老人家来说非常危险。腌甜菜虽然好吃，但是盐分太高，会让血压上升，完全抵消了红甜菜降血压的效果，就像一只手在拉车前进，另一只手却在踩刹车一样。加糖的甜菜汁更是问题。很多老人家本来就有血糖问题，如果再喝高糖的甜菜汁，血糖会急速上升，可能引发糖尿病并发症。还有人会配白饭或面条一起吃，这样碳水化合物太多，对血糖控制也不好。正确的搭配方法是可以加一些坚果，比如核桃或杏仁，这些好的油脂可以帮助营养吸收，也可以配无糖优格。优格里的益生菌对肠道健康有帮助。如果要做沙拉，可以加一些绿色蔬菜，比如菠菜或莴苣，这样的组合对心血管健康最有帮助，也最适合老人家的体质。记住，食物搭配就像配药一样，要考虑整体的效果，不能只看单一食材。第7个错误，吃太多，以为越多越好。很多人听说红甜菜是超级食物，就想要大量食用，希望快速看到效果。但是过量食用红甜菜会有问题。首先会出现 bituria， 就是尿液变成红色。虽然这本身不危险，但会让人担心。更严重的是，红甜菜含有比较多的钾离子，吃太多会增加肾脏的负担。我见过一个病人，每天吃300克的红甜菜，连续吃了1个月，结果出现腹泻和腹胀，原因是纤维质摄取过量，肠胃无法负荷。还有些老人家肾功能本来就不太好，如果再大量摄取钾离子，可能会造成高钾血症，这是很危险的。正确的食用量是每天50到100克就足够了，大概是半个到1个中等大小的红甜菜。这个分量既能获得营养好处，又不会造成身体负担。可以分成2次吃，比如早餐吃一半，晚餐吃一半，这样既能维持血液中营养成分的浓度，也比较好消化。记住，任何好的食物都要适量。中医说过犹不及，西医也讲剂量决定毒性。营养补充就像开车一样，要保持适当的速度，太快太慢都不好。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有一位病人叫张志强，今年72岁，是高雄的退休司机。张先生听朋友说红甜菜对血压好，就开始每天喝500毫升的甜菜汁。他想说，既然是好东西，就多喝一点，这样血压应该会降得更快。刚开始的时候还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喝了2个星期后，张先生开始觉得头晕，而且常常胃不舒服，有时候会拉肚子。他以为是感冒，就到附近的诊所看病，但是吃了药也没有好转。后来家人带他到大医院检查，才发现是高钾血症。医生告诉他，红甜菜含有很多钾离子，每天喝500毫升等于摄取了过量的钾。加上张先生本来肾功能就不太好，无法有效排出多余的钾离子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症状。我的老同事台北荣总退休的内科医师林百良告诉我，食物再好也要适量，特别是老人家身体的代谢能力比较差，更要小心。
后来张先生调整食用量，每天只喝100毫升的甜菜汁，而且分2次喝。1个月后回诊，所有症状都消失了，血压也确实有改善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任何营养补充都要考虑个人的体质和身体状况，不是越多越好，适量才是最重要的。第8个错误，忽略体质差异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对红甜菜的反应也不一样。特别是有肾脏病的患者，吃红甜菜可能会让钾离子过高，造成心律不整。我有个病人洗肾已经5年了，听说红甜菜对身体好，就每天吃，结果血液检查发现钾离子超标，差点出大问题。肾脏病患者的钾离子排除能力很差，所以要特别小心。第9个错误，胃肠敏感的人没有注意，红甜菜含有比较多的纤维质，对肠胃敏感的老人家来说，可能会造成腹胀、腹痛，甚至腹泻。我建议有以下疾病的老人家，吃红甜菜前要先问医师：肾脏病、糖尿病、胃溃疡、肠燥症、正在服用血压药或抗凝血剂的患者。正确的做法是，如果有慢性病，先从很少的量开始试，比如每天吃25克，观察身体反应，如果没问题，再慢慢增加到50克。对胃肠敏感的老人家，建议选择比较软的烹饪方式，比如蒸到软烂或者打成泥状，也可以搭配一些温和的食物，比如小米粥或蒸蛋。记住，健康饮食要因人而异，同样的食物对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效果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要选择适合自己尺寸的才舒服。现在我把前面讲的错误总结成7个正确原则，大家可以把这些写下来，贴在厨房里，提醒自己。第1原则，不要削皮直接煮，皮附近的甜菜红素最丰富，削皮等于浪费营养。第2原则，少量多次食用，每天50到100克，分2次吃，这样最好吸收。第3原则，搭配低盐料理，不要腌制，不要加太多，盐可以用橄榄油和柠檬调味。第4原则，注意个人体质，有肾脏病、糖尿病、胃肠敏感的人要特别小心，先问医师。第5原则，用蒸烤替代，长时煎水煮，中火蒸15到20分钟就够了，不要用大火煮很久。第6原则，正确保存在阴凉处，不要削皮，洗前、净擦前放在阴凉前燥的地方。第7原则，有问题要与医师确认，不要自己乱试，特别是有在吃药的老人家。这7个原则很简单，但是很重要，就像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样，吃红甜菜也要遵守这些原则，才能真正得到健康的好处。我建议大家可以把这7个原则写在纸上，贴在厨房的冰箱上。每次准备红甜菜之前，先看一下这些原则，这样就不会犯错了。好的，今天我们讲了红甜菜的9大错误和7个正确原则。如果能够避开这些错误，正确食用红甜菜，确实可以帮助降血压、保护肝脏、延缓老化。我在行医这么多年，看过太多老人家因为吃错方法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健康效果，甚至反而伤害了身体。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帮助更多的老人家正确的享受红甜菜的好处。记住最重要的几点：适量食用，正确烹饪，注意体质，有问题要问医师，不要贪心，也不要害怕，只要方法对了，红甜菜确实是很好的健康食品。请各位老人家记住今天讲的这9大错误，以后不要再犯了。也请大家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们的父母长辈，让更多人知道正确的方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按赞并开启小铃铛。下次我会告诉大家另一种日常生活中的超级食物以及它的正确吃法。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，让我们一起用正确的方法来保护它。谢谢大家收看，
我们下次见。